今次分享嘅情緒急救法呢，就係別人嘅一句説話，氣在心頭。如果你都想了解嘅話呢，就敬請要耐心完整觀看啊！聽到讚美嘅説話當然冇問題啦，仲會覺得好開心添。但係如果聽到嘅係冷嘲熱諷嘅説話，你又會點呢？係處之泰然啦，定係立即怒火衝天呢？其實當我哋受到挑釁嘅時候咧，覺得嬲咧都係正常反應嚟嘅啫。情緒急救法嘅目的咧，唔係要令到你唔會去嬲喎，而係將情緒轉化。等你可以成為情緒嘅主人，而唔係被情緒去控制住。咁樣咧，你先至可以理智咁樣決定下一步點樣去做啊嘛。咁你有冇試過俾人哋一句嘅説話就激到整日都心情唔好呢？如果都有嘅話，可以試下以下嘅情緒急救法嘅喎。方法一啦，就係自我開解，將情緒當到自己嘅朋友去開解。試諗下，當朋友向你吐苦水，話俾人一句説話就氣在心頭嘅時候，你會點樣去開解佢，令佢平復心情呢？如果係我咧，就會理性咁樣同佢分析啦。如果你認為佢係有心講啲説話嚟到激嬲你嘅話咧，在意咪輸咯。因為佢就係想你嬲啊嘛，想你喺人前發脾氣失態啊嘛，想你俾情緒影響工作啊嘛，唔好中佢嘅圈套啊。如果你認為佢係冇心嘅話咧，嬲都冇用㗎，因為佢根本都唔知道激嬲咗你，係嘛？所以與其自己嬲爆嘅話咧，不如寬恕佢嘅無心之失啦。唔係寬恕佢喎，而係要放過自己啊！自我開解呢一個話題咧，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可以重溫翻 Matrix 加油站嘅情緒一是我的朋友㗎。方法二，自我開解都唔能夠冷靜落嚟嘅時候咧，就可以透過以下嘅方法，一步一步咁樣慢慢地釋放情緒到專注當下，然後返到清醒理智嘅思考，最後咧慢慢咁樣回復返正常嘅生活狀態第一步咧就係釋放情緒啦，去洗手間做返個排毒。就可以將個意念咧專注喺排毒嗰處。想像一下身體正喺度將所有一啲唔好嘅嘢釋放佢出嚟，排晒佢出嚟，個感覺係咪好輕鬆咧？就喺呢個時候，一邊俾翻個微笑自己，一邊咧喺個心裏邊就讚下自己一句，做得好喎。第二步就係將專注返嚟當下啦。去完洗手間梗係要洗手啦。洗手唔單止可以洗走手上面嘅細菌㗎喎，仲可以將雙手去感受一下水嘅清涼。將洗手液塗抹喺手掌嘅每一個位置，溫柔咁樣搓手，直到泡沫生成，就好似同手掌咧進行咗一次泡泡浴咁喎。再去欣賞一下洗手液同水融合生成嘅泡沫啦，同埋聞下洗手液散發出嚟喺空氣中嘅清香，再細心聆聽一下水流沖洗時產生嘅美妙樂章啦。第三步咧就唔需要出聲嘅喎，可以靜靜咁做返個心算減法。可以將自己咧從之前陶醉緊當下嘅情景啦，返嚟現實清醒理智嘅思考當中喎。例如將50減7就等於43啦，43減7咧就36，36再減7就29，一路減到冇得再減為止。將大腦咧切換返到去邏輯思考嘅模式。咁第四步咧就係梗係返去正常嘅狀態啦，專注返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啦。
方法3就係飲返杯熱檸茶或者咖啡啦。首先用雙手去感受一下杯身帶嚟嘅溫暖啦，然後靠近個杯聞下檸茶或者咖啡散發出嚟嘅濃郁香氣，再慢慢品嚐飲品中嘅苦、酸、甜嘅味覺感受，體驗一下飲咗落去殘留喺口腔中嘅回甘。通過品嚐呢啲帶有苦、酸、甜味嘅飲品啦，去感受一下人生嘅三味。縱然人生有苦有酸，只要願意去面對，仍然可以感受得到溫暖同埋回甘㗎。我哋可能都會經歷過俾某啲人一句説話就激嬲嘅喎。喺呢度咧就先唔討論誰對誰錯。有時候我哋嘅心情本身亦都會產生溝通障礙嘅喎。心情嘅好壞啦，以及同對方關係嘅好壞啦，都會影響我哋當下嘅解讀嘅喎。當心情好或者關係好嘅時候咧，即使對方講嘅係嘲諷説話咧，都會被解讀成為講笑嘅啫喎。相反咧，當心情唔好或者唔喜歡對方嘅時候咧，即使係一啲普通嘅寒暄説話啦、客套説話也好啦，都會聽成係諷刺嘅喎，而建議咧亦都會被睇成係批評㗎。或者我哋舉啲例子啊，A 君咧就話啦，呢啲資料可以咁樣整喎，心情好或者同佢關係好嘅時候就會解讀成佢都係話翻俾我聽有個更好嘅方法啫。心情壞嘅時候就會解讀成佢嫌我做得唔好喎。如果唔喜歡對方嘅時候咧，就會解讀成為真係討厭啦，又喺度對我指手畫腳啦。例子2咧，阿 B 君就話啦，仲未食飯啊？好心情嘅咧，或者關係好嘅時候就會解讀成啦，佢喺度關心我啦。如果心情壞嘅解讀咧，就會係真係煩啊，淨係講廢話。如果唔中意對方嘅解讀咧，就會變成係佢喺度諷刺我做嘢慢啦。例子3啦，阿 C 君咧就話：哇，咁早返嚟啊，想搏啲乜嘢啊？如果心情好或者關係好嘅時候，就要解讀成佢同我開玩笑啫。如果心情壞嘅時候咧，就會解讀成真係煩，我幾點鐘返嚟關佢鬼事啊！如果唔中意對方嘅時候，就會解讀成佢喺度諷刺我，想喺度搏啲乜嘢好感喎。其實喺事情發生嘅一瞬間咧，可以先冷靜自己，然後用説話化解衝突嘅喎。第一步啦，首先一下簡單嘅深呼吸啦，喺呼氣嘅同時咧，就俾自己一個微笑。呢個動作咧，能夠幫助你瞬間咁樣冷靜嘅喎。然後再喺心度慢慢咁樣數1、2、3，咁樣嘅冷靜就會加倍㗎啦。第二步咧，就嘗試帶住微笑，用輕鬆嘅語氣簡單回應喎。例如都係你最了解我，冇辦法啦，要揾食啊嘛。都唔知道我咁大意添，好彩你提醒我啫。呢啲會將緊張嘅氣氛緩和嘅喎，唔單止變得輕鬆啦，而且能夠改善人際關係㗎。最重要嘅就係避免咗跌入情緒陷阱裏面啊嘛。溫馨提醒一下大家啦，如果經常都出現一句話就生氣嘅話咧，咁就需要正視問題嘅根源啦。如果情緒持續無法緩解嘅話咧，冇必要諮詢有關專業人員嘅意見啦，例如社工或者心靈輔導中心啦。好啦，講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都有呢一方面嘅經驗啦，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平復心情嘅方法㗎喎。